新翻嘅便攜式風扇 Clip Fan Plus 係 Clip Fan 系列中嘅頂級型號嚟嘅，採用可以運行8900吋嘅高速電機同埋 BLDC 嘅靜音摩打，仲有5段風速可以選擇，最強可以吹出每秒11米嘅風速㗎，實行低噪音但高效率嘅動力輸出，10000 mAh 嘅電量，連埋夾都只係364g，可以有快速嘅充電，3.5小時就可以插滿電啦，充緊電都可以使用嘅，但就只有3段風速可以揀嘅，仲可以用嚟做行動電源，最長可以使用28個鐘頭，最高嘅風力都可以用到3個鐘頭嘅，採用嵌入式嘅設計，長頭髮嘅女士都唔怕夾頭髮，前面嘅夾仲可以推開，唔會阻塞出風口，增加空氣嘅流通更通爽，減少風阻嘅。呢把最強風扇可以用喺咩環境呢？而家炎熱嘅夏天，又或者 BBQ 用嚟起火，甚至地盤呢啲炎熱嘅工作環境都啱用嘅。除咗呢把有硬淨造型嘅 Clip Fan Plus， 仲有的式可愛嘅 Clip Fan Mini， 唔好睇佢咁細把，只有150g 重，但就有3段嘅風速，2000 mAh 嘅電量，最長可以用到8個鐘頭添，仲有 BLDC 嘅靜音摩打，拎住嚟涼都唔怕嘈㗎。啱晒女士們放喺包包，想放喺台上用又得，拆開後夾就可以打開支架㗎啦。兩款極致嘅選擇 Clip Fan Plus 同埋 Clip Fan Mini， 你又會揀邊把呢？落門市試試佢啦！